请咱做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到第6章，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请做伙来领受。前伫基督会恩调恁的，恁离开以到遮紧，去探别个福音，是我所奇怪。迄个别个毋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恁，爱拍乱基督的福音尔。但说事阮，也是对天来的天使。传福音予恁，逐样伫阮所捌传予恁的，恁着受咒诅。亲像阮前捌讲的，但我搁讲伊，若有人传福音予恁，各样伫恁所受的，伊着受咒诅。第10节，我当是对人欠面嘛，也是对上帝啊，也是我会求。互人欢喜嘛？我若要搁爱互人欢喜，就毋是对基督的萝卜。以上，咱请郭牧师来证道。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搁一届徛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互阮今仔日有份自治伫即个所在。求你的信心亲身引导阮，互阮会当领受到对你遐来话。加做阮一生的帮赞，生活的准则，愿主你亲身看顾，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过去这段时间内面，会当讲对去年开始的选举到简单，咱对台湾即摆的新闻、即摆的社会。伊所传达出来有一个信息，特别是最近的新闻，咱拢看到台北市长伊所做的，甲伊所想的，甲过去迄个传统的思想，也是惯例，拢总无共款。互咱过去所接受的，遮的价值观、遮的社会观、遮的人际的关系。拢受到挑战，那呢？我要问，是咱过去所接受的遐错误的想句，至到咱认为迄是对的，也是讲，即马咱所接受看到的，因为过去是毋对的，咱即马看到的才是对的吗？无论是过去是对的，还是现在是对的，到底？倒一项才是真正的呢？其实，这就是咱今仔日要为加拉太书第1章内面，咱要来思想的。保罗写加拉太书，伊的目的是要将遐接受错误信息的遮信徒，带到正确的信仰甲伊的生活内面。那呢，即摆生活伫现在社会内面的咱每一个人。咱要安怎来面对社会环境的试探，也是引诱？伫即个试探中间，咱要安怎对信仰顶面得到帮助？也是讲，咱要应该安怎来辨别什么才是真理？伫即个社会中，咱拢有真侪人的需要。即个需要有些是你内在的需要，有些是外在的需要。嘛有真侪人是伊想要伫的，是内在伊足想要伫的，也是伫外口来满足伊的即个想要伫的。无论安怎，咱拢爱徛伫信仰顶面来反省来看咱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伫今仔日的批信第1章第1节一起头，保罗讲：我是做使徒的，即个使徒的身份。是耶稣基督家己来邀请保罗的，互保罗会当甲基督做伙来行，而且互基督呈现出去，代表耶稣基督去传扬基督的使命、死亡甲救活的意义。伫
伫即个中间，必定嘛保罗才有法度去邀请人借着信心来领受即款的使命。所以保罗一开始讲我是使徒，伊安尼自我介绍，是要甲人讲，伊家己所做、所讲的、所写的每一件代志，拢是甲基督同在的记号。保罗讲，伊家己的使命，毋是对伊的父母，也是讲伊伫耶路撒冷接受教育的成果。伊讲伊的使命是对耶稣基督来的，是耶稣基督家己做的。因为安尼，保罗讲，伫即个宣教的旅程顶面，毋是干那伊一个人尔，是有一群人甲伊做伙行。伫信仰团体内面，共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伫今年，咱会当看到一开始，咱要做伙来摒扫咱的教会。咱嘛有真侪咱的教育部、咱的青年，要做伙来引领伊，要来做伙读经、祈祷。咱的团契嘛安排，互咱有做伙会当过团契的生活。伫牧养的系统内面，咱要做伙来关怀。搁较侪，咱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无论咱咧做啥物，咱拢做伙咧做。因为安尼，我最近对即句话有真深的体验。伊讲一个人会当行了足紧的，但是一群人会当行了足远的。可能咧摒扫的时阵，你一个人真紧，就摒进去，但是若规栋楼拢互你摒，安尼你可能就停落来，无法度摒。但是一群人，咱有法度做伙，将即间教会的清洁，咱甲摒扫好。同款呢，咱伫团契内面，你一个人会当真紧做了真侪代志，但是一群人，咱会当真容易将所有的代志，咱拢共同来完成。所以伫未来的日子，咱拢要做伙来做上帝的工。所以当保罗咧自我介绍的时阵，伊将家己的身份讲了真清楚。伊强调家己是属伫倒一个信仰的团体内面。那呢，牧师要问，你会安怎介绍你家己呢？你会安怎介绍你家己？我会记得我的囡仔还未出世之前，我拢会使介绍讲我是许胜凯，我是啥物啥物。当我囡仔渐渐大汉，即马伫桃园国小内面，我若要去找老师，我来讲我是陈恩的爸爸，我是伯恩的爸爸。你要安怎介绍你家己？你要介绍你家己的工作是属伫倒一间公司，也是学生讲我要介绍我是读倒一间学校，也是伫你的家族内面，你要人来介绍说讲我是属伫倒一个家族的人，也是讲我是属伫倒一个团体、倒一个社团的成员。当然，咱若拄着基督徒，咱拢会讲我是倒一间教会。好无？甲你的隔壁讲，你是倒一间教会？我知影咱中间有来宾，所以呢，我无讲你一定要讲你是迦南教会，但是毋茫你嘛当成做迦南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当你咧讲我是迦南教会的时阵，其实就是咧表明你属伫即个信仰的团体内面。但是也有一寡基督徒。伊讲无看重即个团体，伊感觉我家己敬拜上帝就好，我伫厝内底看电视、听牧师的讲道就会使。但是对保罗的提醒中间，伊爱咱每一个人确认咱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囝儿，而且爱强调咱是属伫倒一个信仰的团体内面，因为只有伫信仰的团体内面。咱会再共同来经历耶稣基督所带来疼甲恩典。咱人甲人在伫疼的中间彼此交流，所以当每一个集体的性命成长的时阵，就会咧互咱彼此的性命共款来成长。伫即间教会内面，
对一间教会有认同，才愿意投入伫服侍的内面。所以信仰嘛会透过彼此的服侍，带来生命的成长。只有咱伫彼此的服侍内面，咱的生命拢会来成长。那安尼来看，一个人会当行了真紧，一群人会当行了真远。咱嘛使甲讲，一个人行真孤单，一群人会使互相来扶持。你家己读经以外，你嘛会当参与伫祈祷会读经内面，彼此相帮赞扶持来行这条路。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是咧提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因为这个赏赐，互咱的生命得到完全。所以这拢是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死伫十字架，救咱脱离现今罪恶的世代。但是伫经文咱今所读的第6节开始，大意是讲，伫基督的恩调恁的，恁离开伊较紧。伫和合本还是现代中文译本内面，伊讲我很惊奇，很惊讶。伊讲我真惊讶，恁离开了基督，因为恁离开这个基督，是保罗伫这个批信内面真重的一句话。这个话语的转变，互咱会当看到伊内心迄个受气，这嘛是加拉太书成做一个批信的原因。因为保罗听到加拉太地区遮教会的信徒，因为有人去传另外一种的福音，另外一种的福音，其实会互人离开上帝的拯救。所以保罗伊的心内真着急，已经真惊。真受气！既然教会兄弟姊妹这么简单就弃杀了真正的福音，咱若对保罗有了解，其实保罗伫宣教的时阵，伊常常拄到一种状况，就是当伊离开伊开拓的教会了后，随时有人去迫害，将原本的福音改变成做一个错误的信息。覆盖了福音原本的意义，所以咱对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咱会当看到保罗实在是真受气，嘛会当看到保罗对福音真重视的这个程度。所以伊强调，只要有任何人伊所传的离开了耶稣基督甲十字架，伊就要受到咒诅。那呢，咱要来看。福音到底是啥物？到底咱所信的福音是啥物？咱啊对哥林多前书第15章真清楚甲咱讲，伊讲基督照圣经所讲的，为着咱的罪死，而且埋葬，佮照圣经所讲的第3日复活了。这就是咱所信福音的内容。主耶稣基督，上帝囝死、埋葬、复活。这个规个过程的经历，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欠一个就无完整啊。那你敢若传顶十字架的耶稣，迄就欠一角啊。敢若甲耶稣看做一个牺牲的样式尔，这毋是福音。福音应该是完整的，照圣经所讲的，为着咱的罪死、埋葬、第3日复活。那呢？哥林多前书，伊煞接我讲，恁若毋是安尼来相信，恁就爱安尼来相信，因为安尼，这个福音恁会得到救。所以，规个福音的内容，咱会当看到，就是加拉太书伊要所传达的信息，互咱要看到福音是要显明咱生命的启示，就是讲福音是救咱脱离罪甲死。福音是要叫咱伫上帝面前成做伊的囝儿，福音就是叫咱成做上帝予的，要成就上帝的产业。这就是上帝永远的旨意。那你来看，咱就要对这个内面去明白了解福音的内容，
那呢，你就法度了解、明白，去经历到上帝的疼痛、耶稣基督的救恩、信心的帮助。各位兄弟姊妹，咱生活伫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内面，咱常常受到真侪物件的影响。这个影响会致到咱无搁去关心上帝的事，咱会袂记得上帝这项代志。咱只有关心人的代志，比如讲财富、金钱、名声、成功等等这个。咱将这个一段小小的一段的真理，当作是规个整个咱人生的真理，然后就将这个错误的真理去教别人。咱要传人的福音真简单，讲你会成功，你会得到财富，你会好业，嘛真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但是保罗伫加拉太书第1章一直咧提醒咱。讲伊所传的福音，毋是要得到人的恶乐。咱每一个人拢爱干那专注伫对天顶来的想事。各位兄弟姊妹，恁敢要得到对天来的报赏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呢，咱每一个真做上帝囝儿的人，咱就毋通去挖苦家己的欢喜来做代志。咱就要完全顺服伫上帝旨意，所以咱要注意，毋通去传另外一种福音。另外一种福音，其实来讲，伫今仔日咱会当看做伊是异端。异端伫希腊文的原本是对选择来，也就是讲，一个人对整个的福音，伊敢若选择其中的一段，然后忽略掉，也是无要认其他的部分，敢若将家己所介意、所选择的真理，当作是唯一的福音、唯一的真理，而且佫教别人讲，你嘛一定要安尼做。伫早期的教会，只要若听到有关讲上帝、讲遮无异端的话的时阵，就会将遮的人绑伫条仔顶烧死。来杜绝异端的讲法，但是今仔日有真侪传另外一种福音的异端的人，真侪人拢受过真好的教育，因可能拢有一个群众的魅力，嘛真够说服别人。至到安尼，伫教会界内面，有真侪人甲看做有名的人。所以，咱就爱对今仔日基督教教界中，咱要找到一条真正自由的活路。这条活路，这条道路，就是真正用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引带阮每一个人的稳定的道路。当然，当保罗咧批判遮的加拉太信徒的时阵，讲因咧军队另外一种福音，自然伊家己。嘛受到同款的批评，认为伊不过是咧甲别人咧竞争尔。所以安尼，保罗真清楚咧透过家己的故事来向加拉太信徒说明基督是安怎来警调伊的，是安怎向伊启示这个福音真正的意义。大先伊讲，家己过去伫犹太教内面，自细汉伫犹太家庭内面成长的，伊伫真有名的耶路撒冷的拉比加玛利的内面受到教育，所以有真优秀的能力。对遮个教导内面，伊比别人搁较积极咧遵行犹太教的教规。所以当伊听到有人咧军队遮个使徒，有人咧军队耶稣基督的时阵，伊就反对，而且真激烈，认为这是毋对的代志。所以伊就有一个雄心壮志，要去互遮个基督徒转变好。这个好，就是对个人主观内面所看见的。
但是保罗讲到这的时阵，伊直接讲出家己性命互耶稣基督反转的一个关键。伊讲迄是上帝的启示，迄位对我，甲我对老母的腹肚内面分别出来，佮施恩呼召我的上帝。原本保罗是一个依赖家己的能力胜过一切的人，伊掠家己做大圣，但是互主呼召了后，上帝甲伊开始有结连。这个结连毋是甲放伫边啊，毋是甲放伫第二位、第三位。这个上帝伫伊生命中已经成做伊生命的中心。保罗知影，家己互上帝分别出来了后，是上帝塞伊往头前来行，可以伫外邦人的中间会当来宣扬这个福音。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信仰中间，咱是不是拢已经习惯有一个公式？1+1=2 ，A+B=C， 还是讲咱会当用一款真简单的方法来面对咱的信仰，面对咱的生活，期待对这个中间，咱会当得到保赏，得到上帝的祝福。也毋过，伫保罗的故事内面，伊咧提醒咱，互主所改变的过程，是一个好的生命故事。互主所改变的过程，是一个好的生命故事。这个故事毋是咱会当看见的一个公式会当来完成的。所以，伫咱每一礼拜咱来到圣殿，咱咧听讲道的时阵，咱所需要的毋是什么款会当改变生命的几个步骤，嘛毋是讲几个重点就会当互你改变你的生命。咱真正爱去听的是耶稣基督伫咱生命中的故事，所以咱就要顺服伫圣经的真理内面，互基督亲身来启示咱每一个人，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对基督所掌权的，真正活出一个甲过去完全无同款的故事。那呢，我相信。耶稣一直咧邀请咱每一个人甲伊同工，就是参与伫伊救赎的计划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愿意互耶稣来引带你吗？保罗伊的生命的故事激励了众人，相信你嘛有互人会当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咧学了上帝的生命的故事，所以你就爱甲保罗同款去传扬迄个改变的过程，就是你的生命的故事。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爱咱每一个人去分享经历耶稣的故事。伫今仔日第一章的后半段，保罗经历了安尼转变，伊讲。伊无随走去头前，伊退到一个所在叫阿拉伯，这是一个真关键的转变。但是伊做一个真特别的选择。这个所在是家己一个人孤单伫咧。过去因为伊掠家己的能力做一切，但是今仔日伊互上帝改变了后，伊开始爱来习惯掠上帝做中心。所以，搁较需要，搁较侪会安静听候上帝，以及搁较侪甲上帝同在。伊毋是领受到了就紧紧去做工。保罗发现，其实上帝无需要伊，是保罗伊家己需要上帝。所以，当耶稣光照保罗了后，是爱伊学习。退到一个安静的所在，伫服侍进前、服侍了后，拢爱来追求上帝，真正去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我咧想象，保罗伊退到阿拉伯这个所在的时阵，其实是咧帮助伊放轻松、默想、定心去思想伊生命中迄个重要的顺序。
经文讲过3年了后，伊才去耶路撒冷去甲彼得见面。保罗去甲彼得迄个所在，毋是甲彼得讲你爱安怎做，嘛毋是彼得讲我甲你报告我做过啥物，只是单纯咧分享彼此生命中经历耶稣的故事。彼得是一个拍戏的，保罗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彼得是一个付出劳力的人，保罗是一个尊探犹太教教规的人。彼得对伊失败的生命中转变了伊的信仰。保罗对宗教的教义内面的生命嘛开始转变伊的信仰。在这个过程中间，无讲啥人比啥人较悬，啥人比啥人较优秀。啥人才是一个典范模范的故事？因两人做伙，单单是一个分享经历耶稣基督的故事。每一个生命互改变的故事，拢是独一无二的，拢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甲上帝上深沉的交汇所留落来的记号。所以保罗继续往前行的时阵，伊咧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伊生命的转变就传出去。所以咱即马才法度坐伫遮，做伙来领受敬拜上帝。这个信心伫你我的生活中爱行出来，为着是要改变。这个改变是靠着耶稣基督，互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伫过去这段时间，陪了咱的小组长、区长，也是同工去探访、去关怀。在这个过程中间，听到侪人伊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内面，拢是互基督所改变的生命。这个故事每一个人拢无共款，但是唯一确定的是，每一个人拢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因生命的救主。那呢，咱每一个人拢有互基督改变生命的故事。耶稣退到旷野，安静咧追求上帝的心意。保罗到阿拉伯，静静的咧听候上帝的引带。那呢，你的旷野，你的阿拉伯伫倒位咧？牧师真诚心来邀请咱每一个人，咱每一天一定拢爱有时间。这个时间，无论是30分钟、1点钟，也是搁较侪时间，你拢爱安静听候去听上帝的旨意。这个所在有可能是伫你的房间、你的册房，也是伫大自然中间。伫迄个所在，就是你的阿拉伯，就是甲上帝相拄的所在。嘛有可能伫每一摆的主日礼拜中间，这1点半钟、2点钟内面，嘛是咱的阿拉伯的时间。当你有一个安静灵修的时间了后，会当帮助咱每一个人去发觉到基督的疼。当你领受到一份感动了后，你唔免紧紧就讲我的行动，等到是你安静落来，慢慢来去祈祷。这个祈祷是要来追求上帝的引带，听候上帝迄个时机到的时阵，牧师相信上帝一定会使用咱每一个人去到迄个需要的所在，成做别人的祝福。咱每一个人都成做上帝的乐仆，甲上帝同工。伫迄个时阵，咱甲人分享咱生命中的故事，我嘛相信。透过这款生命的经验，会予咱每一个人定心得到快乐，而且会当鼓舞咱身躯边的人，互因会当做伙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各位兄弟姊妹，咱所信的是唯一的福音，咱每一个人拢有互上帝改变的生命的故事，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邀请你。将到上帝面前，安静咧听候上帝的引带，
而且愿意将你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对信心遐，伫你生命中迄个转变、改变的故事，甲别人来分享。咱每一个人拢有故事，咱每一个人的故事一定拢会影响到别人。这个影响会透过主耶稣基督，伊听咱每一个人，咱将这个听，甲别人来分享。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真感谢你，感谢你真正听阮众人，无因为阮的罪离开阮。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阮的罪钉伫十字架，埋葬第3日复活，是为了救赎阮，互阮甲你的中间无因为罪来隔离。为了安尼献上感谢。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拢因为互你改变，互改变的这个过程，就是阮每一个人甲你的故事。愿主，你互阮会当将这个故事传扬出去，互更较侪人因的生命，互耶稣来改变。愿主亲身帮助阮，互阮有魄力、有能力、有智慧，甲人来分享。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当心开嘴来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